各位網友你哋好，歡迎你又嚟到 Anson 張 MMXIX 嘅 YouTube channel 啦。好啦，又到咗當季日劇集追，睇完吹水啊嚇。咁啊，2026年4月到6月春季日劇，咁啊跟住就到呢套啦。呢套呢，雖然我都幾中意睇啊，但係呢實在儲埋咗太耐，所以要2集一齊講。另外呢，我覺得呢，真係親身睇會精彩啲，咁所以如果各位網友有興趣，真係要親身睇一睇。咁啊，今日呢嗰個劇情雖然係2集綜合啊嚇，但係呢劇情內容應該我未必會講太多，因為我都係憑記憶啦。另外就係我想將我重點睇到嘅嘢呢，就同大家呢分享一下。咁所以如果有補充嘅，麻煩網友喺下邊留言嚇，咁啊話聲俾我哋聽。咁啊，另外呢，就係如果你入到嚟我呢個頻道未訂閱頻道嘅話呢，記住支持我訂閱我呢個頻道啦。因為呢，首先將會接近嘅呢，就係400訂閱者。咁啊，你知道啦，有部分嘅網友呢都一路跟進噶嘛，跟開我呢個頻道嘅話，你都知道啦，跟住嗰個目標係500人先啊。咁所以呢，都距離一段時間，麻煩各位鼎力支持啦。好啦，咁啊呢套重生嚇，我成日都要講清楚重生成個生字嚟嘅。OK，最後的英雄。咁啊，上個星期呢，可能咧就同大家分享過，會唔會係啲老生常談嘅故事啊咁樣？咁啊，事實上咧似，但係咧睇多一集啦，因為原本正常第2集就講噶啦嘛。如果再睇埋第2集就似，咁啊，但係有啲嘢佢冇解釋。咁啊，去到第3集嘅時間就更加明朗啦。咁啊，之後仲有啲交代嘅。咁啊，跟住原本我認為嘅嗰一個問題咧，我以為冇出現到。咁啊，最後尾咧喺第3集嘅尾嘅接近預告嘅情況之下啦，咁啊佢又出現埋解答埋我嘅問題，咁啊嗰個部分我應該留喺第4、第5集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呢度呢，就最主要呢，就講翻呢第2、3集嘅嘢。咁啊如果第1集都未睇嘅網友呢，咁啊最好呢，自己親身睇啦，因為呢套劇集個內容呢，你話佢太容易估到咩？其實佢唔係㗎，但係呢，佢混雜咗一啲咧，又係關乎於喺重生之後個時空轉移啦。咁到底呢個重生係咪我哋咁簡單理解嘅呢？咁點解又會咁巧地重生喺呢一個咁嘅情況之中呢？而個年份啊、時間啊都係即係相約嗰下呢，比較有趣。咁所以網友咧，如果有興趣咧，記住密切留意啦。好啦，咁啊閒話休題啦，我哋即管咧入去咧官方網站度睇下先，因為有啲部分嘅網友咧未去過官方網站係咪？咁我都留咗條 link 噶啦。咁啊預防咧、預備咧，其他網友咧有興趣啦，可以睇翻佢個原址啊。但係個原址咧，如果識日文啊，當然好啦。好似我咁唔識日文嘅話咧，一係用翻譯器啦，係咪？一係咧就唔使理佢啦，估下就最開心噶啦。啊，日劇最有趣嘅地方就係你估下，我成日都覺得。好啦，咁啊，佢個主網頁就係講咗主角啦，高橋一生啦，呢個就係高橋一生啦。左手邊嘅呢個，哇，靚仔後生嘅嚇，就係佢重生後嘅身份啦。咁你見到佢咧，好愁咁樣樣係咪？係啊，冇錯，因為佢都唔知應該點算嚇，因為有好多嘢都插喺佢而家呢個身份身上。好啦，咁啊右手邊嘅時候倒轉咗啦，係咪？係啦，佢個重生前嘅身份啦，高橋一生嗰陣時候咧，一陣間我哋會睇翻個相關圖啦。係社長嚟㗎，好聰明嚇，不過咧有少少你可以話艱險嘅嚇。咁啊呢一個部分咧喺第1集嘅時候都曾經講過出嚟㗎啦，即係佢要表達咧佢本身係一個好精明，但係咧亦都係有少少艱險嚇。如果唔能夠適當地控制咧，我估佢係入魔道嗰種人嚟嘅。咁啊你一路睇落去唔覺㗎嚇，咁啊因為佢轉咗另一個身份啦嘛，咁而佢諗嘢嘅方式隨着身份喺第2、3集咧又有啲交代咁啊，所以咧最好睇啊！如果唔係咧，你就咁聽解說嘅話咧，似乎咧得唔到咧佢故事劇作家背後想諗緊嗰個部分嚇，因為呢個我之前都講過啦如果就咁睇，咦有好多橋段都係咁嘅喎，尤其是第1集咧，你都知道係咪？佢跌咗落去樓梯咁嗰段時間，咁呢一個部分就係最經典嘅階段啦，咁樣。咁啊當然跟住第3集都有經典嘅階段啦，係咪？咁一陣間咧你睇到張圖就知啦。好啦，咁啊如果未知咧，我哋咧仍然咧先咧叫啲網友咧睇睇啲角色先啊。咁啊高橋一生咧一個人分析2個
角色。咁啊一個咧就係佢最初開始嘅一個社長，好聰明、好精明。你睇佢戴晒眼鏡啊，個樣非常之討好啊！佢咧，我想第一集都想講俾大家聽。我最初咧覺得係高橋一生咧唔係咁難，即係個樣咁討厭㗎。因為佢嗰陣時候喺年青嘅時間咧，佢兩邊個點講面珠燈咧冇兩條痕㗎。你而家見得到咧，佢都有嗰兩條痕喺度啊！即係呢兩個位咧有呢兩條痕啊，凹咗入去啊，兩條痕嚇。咁啊中段嘅時間咧，佢可能瘦過啊，咁啊變得咧嗰兩條痕咧深得緊要。咁啊對於一個即係所謂年青或者係準備過去年青啦，準備步入中年嘅時候咧，呢兩條痕我覺得咧就唔好睇啊，主角嚟講。咁啊以前咧後生嘅時候冇咁明顯，咁啊有一段時間好犀利，所以我覺得咧就麻麻地。而家你今次見翻佢出翻嚟咧，喺做社長嘅時候咧，佢嗰兩條痕冇咁深咧，文質彬彬個樣咧又好似唔同咗。咁啊跟住然之後你都見到啦，從生後嘅佢呢一個作為野本英人嘅呢一個角色嘅時候，佢係一個年青人啦，都唔係年青啦，係應該講解佢係讀完大學嘅時代。咁所以而家呢個樣就唔似大學生，即係大學畢業生，似大學做咗好耐嘢嘅人嚟噶。咁佢呢度嘅交代應該唔係做咗好耐嘢噶，如果我冇記錯，畢業之後係啦。畢業之後咁啊去幫手，咁所以其實佢唔應該係太大年紀嘅啫。咁啊呢度又好似冇講佢年紀，唔緊要啊。咁啊，由於佢而家呢個樣比較討好啊，咁所以咧我睇落去好舒服嚇。咁啊，跟住上一集咧，我講過俾大家聽啦，阿中村安奈啊，有啲譯作嚇，唔係安娜啦，唔係幸啦，安啦，或者諸如此類嗰啲嚇，安奈嚇。咁啊呢度唔知點解會譯到個奈字咧，唔好理佢啦。咁啊，因為查翻講翻俾大家聽啫。咁啊，中村安奈咧，原來咧喺第二三集裏邊咧都會開始有重要角色啦。咁啊，呢個女仔最印象深刻就一定係喺呢個叫 Grand Maison Tokyo 度做一個外交官個女，高貴有氣質啊，同埋好識食噶。咁啊，所以一落到嚟呢一個做翻一個普通嘅點講啊，街市嘅佢一個係咪叫街市啊？小區啦，因為佢哋本身嚟講咧，佢哋成個係商店街嚟嘅，係啦，冇錯，商店街啦，咁啊，即係都係街市啦嚇，咁啊，商店街嘅其中一戶個女嚟噶，咁所以佢本身嚟講咧就着翻樸素啲，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即係我當其時就講個樣又好似唔同咗喎咁樣，但係開始喺二三集好翻啲啦，原因。一陣間再同大家講翻嚇，咁佢開始就稍為個故事裏邊佢應該就執翻正少少嚇，咁所以成個人都唔同咗嚇。咁啊呢度咧就係整體，如果你未睇又未睇第一集嘅時間咧，講俾大家聽嘅一啲故事就夠啦。咁啊好啦，咁我哋咧就睇翻第二同第三集啦。咁啊因為經過咗第一集嘅演繹啦，就係講緊高橋一生本身佢原先嗰個身份係點㗎。要突出佢跟住個改變，咁啊由於佢聲稱啦某個程度可能係叫做嗰啲陰質嘢啦，係咪？咁啊有睇第一集就知啦，咁啊所以咧佢本身嚟講就所謂得到報應啦，我感覺係咁啦嚇，咁啊俾一個重生嘅機會佢咁啊，上天俾咗重生嘅機會佢去睇下會唔會做個好人咁樣，咁其實佢都唔係真係好壞，佢不過咧係好識得看風使舵嚇，咁啊同埋咧佢係拼命三郎咁樣嘅性格，咁啊源於咧有一個對手。你睇到呢度寫住係咪？咁啊，佢一個對手就係呢一間公司啊嚇，叫係倉萬嘅呢間公司叫倉萬嚇嘅社長咁樣。咁啊，而家未講佢哋兩個點解會結怨啊？感覺上可能係因為大家公司嗰個策略相近，咁啊大家互搶啦。咁我估係應該有背後尾有一段古仔㗎嚇。咁啊，因為佢重生咗啦嘛，咁佢嘅身份嚟講應該可能會。再有機會再遇到佢嘅時候，可能更加明瞭佢當其時個諗法都唔定啊！咁呢個部分咧就慢慢再講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咧，第一集就花費咗啲時間咁樣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就會係最後尾佢突然之間就係頭先喺神社裏邊啦，好似咧被天譴咁樣咧滑落梯間啊！滑落之後咧，最後尾嗰個段落咧就係佢竟然去咗野本英人嘅身體度，咁啊所有嘢都匪夷所思啊！咁啊第二集咧就開始講述咧佢入咗落去野本英人個身體裏邊之後嘅一切啦。咁啊你會記得咧，因為咧佢本身嘅身體咧係後生嘅，所以咧佢突然之間就好似人哋咁樣回到後生咁樣樣啦，身體壯健啦，嗰啲笑話啦，咁跟住然之後視力好啦嚇。咁啊不過佢發現咗呢個野本英人咧就同佢本身咧就參天共地啦。咁啊佢係一個好有智慧型、好叻嘅
人。咁啊，野本英人咧，只不過係一個好純良嚇，唔係好考慮事件嘅。你頭先見得到佢啲簡介就知道，即係如果因為父親喺問題當中啦，阿母親又點啦，佢啊繼續咧去承繼啦，其實係一個孝順仔。咁你問我有冇咁精明，應該就肯定冇啦。咁因為咧，你會見到第二集嘅鋪排咧，就係內容裏邊咧就不停咁樣咧講點解啊高橋一生咧會繼續持續地會喺野本英人嘅身體裏邊嚇，原因因為佢諗唔到解決方法先啦。咁另外就係佢見到如果我真係永遠都要，即係佢當咗自己真係重生啦。咁啊，如果我真係要喺佢身體裏邊生活嘅話，喂，咁而家個家庭狀況同佢原先社長嗰個身份嘅生活嘅狀況係真係參天共地。咁所以佢一直咧都係希望咧可以改變呢一個問題嚇。咁啊，當然佢有去查過啦，因為佢好清楚知道，如果我入咗佢身體，咁本身喺嗰個時代存在緊嘅佢自己啊，根尾光成又點呢？咁喺第二集呢，佢都好曖昧噶，所有嘅嘢呢都係冇出現過。透過零六央視啊，其他嘅人呢嚟到去表達有呢個人嘅存在，佢嘗試去揾佢見佢面都係唔成功。相反地講呢，開始呢就同翻啊第一集裏邊佢原先合作緊嘅阿市川正規呢個人呢有啲交集啦。咁啊，當然啦，佢哋之間望埋去嘅時候，只係一個後生版咗嘅阿社長啦，係咪？咁啊，當其時咧，可能佢自己本身咧都糊裡糊塗嘅。咁啊，但係我要講一講個突出嘅地方啦，因為咧佢喺重生嘅時間雖然入咗去野本英人嘅身體啊，但係個時代咧係會褪翻前十幾年啊，好似話。係啦，褪翻去前頭嗰10幾年，咁所以咧，其實根本光成已經知道當年啊野本英人生存緊個世界上面所發生嘅一切，及預知稍為幾年後嘅一啲資訊，咁所以咧，你見得到咧，佢好似咧憑着呢一種咁嘅預感咧，令到佢自己咧可以咧喺而家呢個生活當中咧輕鬆好多嚇，無論咧得到呢位市川正親所飾演嘅東鄉義龍嘅信任啦嚇，又會重返翻佢哋之前嘅交集嘅地方啦，到咗佢喺商店街裏邊，因為之前第一集講過嚇，當其時佢做社長嘅時候咧，就係想將呢個商店街買起咗佢，因為已經去到一個咧完全係荒廢嘅階段。咁啊，佢喺野本英人身體裏邊咧，正喺呢個商店街裏邊，佢話大家一齊如果沉淪嘅唔掂啦，咁啊希望咧搞掂佢老豆小日向文世咧，佢有個好嘅生活。咁由於佢老豆又係屬於呢個商店街嘅會長，咁所以冇辦法啦要救晒成個街先有辦法。咁啊一路喺度講緊咧佢嘅掙扎同埋佢所謂嘅叫獨具慧眼嘅有趣嘅地方啦，同埋佢有陣時講出嚟嘅嘢，人哋係根本未知噶嘛，係咪？咁啊所以覺得佢咧冚親個腦嚇，所謂為咗救啊呢個中村安奈嘅時候啊，即係撞親個腦，然後而家完全冇事嘅時候咧，佢可能咧就仍然覺得佢咧未好翻咁嘅啫。咁啊開始咧就一系列嘅狀況啦。咁啊其實啊高橋一生咧都冇話直接想幫嘅，原因係有好多交集嘅地方啦。第一就係咁巧佢又遇上咗啊，佢喺呢個世界裏邊嘅所謂平倉遊行嘅間公司啊擴大啦，咁當其時連佢自己嗰間即係根尾光成嗰間咧都淨係喺發展當中，咁所以咧佢當中裏邊咧就一定要守護啦呢一個商店街啦，所以佢運用咗佢自己嗰啲商業頭腦同埋佢預知嘅能力咧，一路咧就去揀機會啦咁樣樣。咁啊當中裏邊咧最厲害嘅咧就係原本咧佢認為佢自己出身名門咧見到呢一班咁嘅所謂窩囊嘅人咧簡單啲嚟講，我哋叫廢柴係咪？咁啊廢柴嘅人啦，唔好話廢柴啦，其實佢哋好簡單生活，冇你咁複雜啫，又未去到廢柴。不過佢講到咧，即係你哋咧有酒今朝有酒今唔係即係先有酒今朝醉係啦。點解我突然之間唔記得咗嘅？係啦，今朝有酒今朝醉係啦，見到今朝有酒今朝醉嘅生活咧唔係好妥，又遇到問題咧就飲杯就解決問題咁樣樣用醉嚟到解決問題，咁佢覺得佢哋咧好唔掂。咁但係咧佢發現咗咧阿中村安奈咧嘅繪畫嘅天分，唔係天分嚟嘅，其實佢讀緊大學㗎當其時。不過咧中途咧家庭嘅問題咧佢就要輟學，咁所以佢嗰個技能
冇被發揮。咁啊高橋一生咧本身嚟講咧嗰個身份野本英人咧就冇乜特別嘅，因為佢都係出身於商店街嘅人，所以諗嘢唔話好長遠嘅。咁但係如果跟美光成個諗法嘅話就唔係啦。咁啊亦都講緊咧，其實佢比較中意中村安奈嘅畫㗎嚇。咁啊所以咧就嘗試咧透過佢咧幫手商店街嘅一啲嘅叫做美化工作啦，係咪？咁啊當中有一個吉祥物㗎。咁啊如果吉祥物咧想即係廣泛地製造佢，咁啊冇辦法啦。咁啊要動員商店街嘅人啦。咁啊見到呢三位仁兄啦，就係佢其中所指嘅三個唔靠得住嘅人啦。點不知只需要將嗰個意見講咗俾佢聽，第二日就出到成果，不特止超乎高橋一生嘅想像。咁啊先發現咗呢班人咧，雖然平日咧口口聲聲咧就中意有酒今朝醉係嘛，今朝有酒今朝醉，但係事實上如果喺行動上面嘅行動力都係高度可靠、信得過嘅好朋友嚟㗎。咁啊其實成班都由細玩大㗎啦，呢三個同埋野本英人啦，甚至乎中村安奈所飾演嘅角色都係咧係好。即係自細玩大，咁所以佢哋之間咧無所不談，亦都喺當中知道咗咧原來野本英人同池谷更沙咧係有一段嘅關係嘅應該，咁啊因為高橋一生咧借咗個身體啊嘛，乜都唔知啦，咁啊所以俾中村安奈咧冚咗一巴，咁啊佢用佢嘅計劃一路去做，咁啊第二集就係交代呢一類型嘅嘢，咁所以你問我嘅話，佢交代得嚟，我覺得有好多古仔可以出現，甚至乎佢交代埋佢個妹之間啊，原來咧第一集咧好似冇提過係佢個妹啊，喺我腦裏邊係咪？咁啊原來咧一路都係野本英人咧無啦啦就走咗個妹出嚟。係啦，咁啊而呢個妹咧就喺第一集裏邊咧，正正就係高橋一生個秘書嚟噶。咁啊原先睇唔到嗰個關係噶，咁啊而家突然之間咧就出現咗一個好特殊嘅三角關係啊。咁啊呢一度咧就我覺得佢係一路咧都會改變緊呢個關係圖都唔定咁樣樣。好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咧第二集咧就交代完呢一樣嘢啦，咁開始第三集嘅內容啦。咁我哋睇睇第二集有啲咩特別嘢啦。冇啦，欣賞佢嘅話就叫佢幫手即係設計啦，佢一路諗緊點樣過一啲好嘅日子啦，然之後就佢又望到佢嗰個好嘅同伴啦嗰陣時創業夥伴啦，咁創業夥伴咧就同秘書啊嘛，頭先講過同佢個妹咧係識噶嘛，咁所以咧相遇又遇得好神奇喎。嗱，我感覺呢度有條感情線嘅，或許因為一陣間我要講一講之前係完全冇任何嘅關係㗎，呢度睇落去但係咧你會發現先新增咗呢一條線，當你當你重生嘅時間咧，你發現咗一條咁嘅線咁當其時跟美光成係當然唔知啦，係咪？亦都唔識呢個人噶嘛，咁點會有呢條關係線呢？咁樣咁所以成件事就唔同咗啦。咁但係鈴鹿央士咧，不嬲都係佢身邊嘅一個好信賴嘅人嚟㗎。咁發現咗佢阿哥咧。呢個高橋一生所重生嘅情況叫野本英人嘅時候咧，佢都好驚訝，因為佢咧都講過好相似，又係未出過任何嘢㗎咁所以咧呢一度咧有趣嘅，咁好驚訝啦，唔緊要，咁繼續落去咧，你會見得到咧好中村安奈咧就好好咁樣繼續咧發展佢嗰個畫畫事務啦，當中亦都遇到呢一位仁兄啦，之前我講過合作嘅人啦，再次有交集啦，不過用另一個身份做交集啦，咁然之後就睇到商店街嘅繁盛啦，吉祥物啦，係咪？呢個吉祥物好犀利噶佢咧就運用翻而家，即係佢喺個時間上邊咧，佢好似我哋咁嘅會回憶翻當年有啲乜嘢未有或者將會興，咁呢種高度嘅預測咧就可以發生咗一啲好高嘅效果。例如呢一個人係咩人嚟嘅咧？呢個人係臨時拉夫翻嚟嘅，因為喺現代喺佢嗰個世界當中，呢一個 YouTuber 咧係紅到黐線，但係咧喺翻佢重新嗰個年代咧，喺野本英人身體嘅時間咧，呢個人咧就初出茅廬嘅。咁望完佢個所謂 channel 個名咧即係佢個頻道名嘅時間咧，佢直情提議佢改咗之後你就會紅噶啦。咁佢都係半信半疑，拉佢埋去宣傳商店街咁喺互助互利嘅期間之下咧，就真係會咁樣按住佢講嗰個未來啦咁發生。佢哋都唔知道發生咩事，懵然
蒙在鼓裏咁樣。咁所以第二集咧主要係安排緊咧重生之後嘅一啲各個段落，甚至乎咧點解佢會咁落力幫商店街咧？頭先講咗啦，一方面就幫佢老豆揾翻啲錢先啦，係咪？原來佢其他商店街嘅商戶咧。其實你可唔可以話揾個會長笨咧？如果正常係會嘅，但係佢又覺得係大家咧都係叫做同舟共濟啦，唔好講咁多嘢啦，大家一齊遇到困難嘅時候，咪坐埋同一條船咁嘅感覺咯，咁樣。咁所以高橋一生咧就覺得咁樣唔妥喎，咁即係唔識經營喎，尤其是佢以前咁 fit 噶嘛，咁所以咧一路咧佢喺度睇翻晒野本英人，好彩又有啲即係所謂可能日記嘅嘢喎，咁啊一邊睇一邊咧可以記翻晒所有嗰啲動靜啊，一路喺度存在地生活，但係又唔可以用盡佢個身份咁樣。咁啊第二集交代呢一樣嘢。好啦，去到第三集嘅時間咧，你會見得到咧開始咧有少少唔同啦。咁啊高橋一生咧之前咧就同呢位仁兄咧就叫做市川正親啦，就有啲交集噶嘛。佢係一個喺正常情況下都係好幫高橋一生，即係佢做跟美光城嘅時間咧，好支持佢噶嚇。咁佢係一個生意人嚟嘅，咁所以佢係非常之欣賞高橋一生個腦，咁所以佢投資喺佢身上。咁你而家見到嗰幾幅畫咧，有趣嘅地方就係中村安奈所畫噶啦。咁喺呢個故事當中咧，高橋一生進一步將中村安奈嘅潛能咧就發掘推薦俾呢一位仁兄聽，希望佢借助佢嘅能力咧，將中村安奈咧就進一步地咧推上事業嘅頂峰。咁呢度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首先佢好欣賞中村安奈嘅畫啦，第二就係原來佢哋之間我咪話咗佢同野本英人咧係一段感情噶嘛。咁當其時咧，其實臨有問題前，野本英人其實係向咗池谷更沙呢個角色咧係求過婚噶。咁所以而家咧佢埋唔到尾噶，佢亦都唔可以代野本英人咧。接收咗佢噶嘛，佢個腦係咁樣諗，咁所以咧佢本身嚟講咧就想推，但係佢又唔想直接傷害佢，因為佢接觸過佢，佢都係一個好人嚟嘅，咁所以亦都可以睇到高橋一生咧唔係完整地一個壞人啦，感覺上係咪？咁喺第四集咧仲有一啲峰回路轉嘅變化，不過呢啲劇情咧係人都估到噶啦，咁去到第四集先同大家再講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發現咗佢老豆咧原來有問題。咁為咗要即係翻返正軌咧，就不如用佢嘅高橋一生嘅才華，就幫佢就搞間公司，然後咧就揾到嗰個所謂嘅叫做niche point 即係所謂嘅一啲好特殊嘅賣點。咁喺呢啲特殊賣點裏邊咧，係佢預知將來所知嘅嘢嚟㗎。咁跟住然之後咧，等佢間公司有錢，咁將成個盈利改善咗嘅話咧，咁希望咧就佢步入正軌啦。咁好衰唔衰？佢發現咧，佢老豆咧就有即係所謂身份改變或者有錢嘅時候咧，就有啲古怪啦。咁開始咧，高橋一生發現咗呢一樣嘢啦。咦，原來咧我所做嘅嘢係一路有機會轉變緊成件事嘅發生。咁一路佢都喺度留意緊，到底有冇咁嘅情況㗎？咁因為你一做咗嘅時候，你一改變咗成件事就會有唔同㗎啦。咁的而且確咧，佢發現咗呢個問題嚇。好啦，咁繼續啦。咁繼續嘅時間咧，就係佢老豆就係好唔等即係好唔乖啦，係咪？即係原本安排咗佢好好地，咁結果咧都仲係未完成。高橋一生對佢嘅一種希望嚇，咁你見得到啦。當其時咧就係搞間公司嘅時間啦。小日向文世就做社長，你睇下成班街坊幾高興啊！直情係衝昏頭腦嗰種情況啦。咁一路講解嘅時間呢，佢班好友就將成件事講解咗俾佢聽啦。咁佢默默地呢，就其實係轉移緊中村安奈嘅諗法嘅。咁但係你見得到佢係冇講啊，所以中村安奈基本上就冇嘢。佢覺得係佢嘅生活要做工作。咁亦都記住野本英人即係高橋一生呢個角色呢，就係曾經同佢許下承諾咁樣。咁所以呢，你見得到咧，其實亦都講翻咧，佢由細個已經好中意佢噶啦，亦都咧由細個咧故意咧引起高橋一生嘅，sorry，
嚇，野本英人，唔好叫高橋一生嚇。野本英人就注意咁樣嚇。咁啊，當其時咧會加插咗佢阿妹一啲特別嘅嘢嚇。咁啊點解會咁講咧？因為頭先講過，佢喺佢阿爸度已經覺得咧佢會有機會，原來因為影響咗未來嘅時間咧，成件事會有機會改變㗎喎，咁樣。咁啊，依家咧佢阿妹正正咧喺佢間公司度做啊嘛，咁啊正發生咗一件事，佢回憶起咧當日咧其實咧係應該高橋一生佢自己出馬㗎，咁啊但係唔知點解咧件事轉變咗咧，就係佢個妹去出差。咁啊，發生咗啲嘢嘅其實嚇，咁啊首先佢諗起咗，原來佢所做嘅嘢會有機會影響到未來嚇，而個未來就可能就預測唔到啦，佢自己係啦。咁啊，第二咧就係因為咧問題改變咗，咁佢個妹咧就可能陷入一個好困惑嘅地方，好危險嘅情況嚇。咁佢當然啦，佢又係嗰句啦，佢好人嚟㗎嘛，係咪？咁佢又唔想發生啲咁嘅事，咁所以咧佢又盡力去改變緊成件事。但係呢個盡力裏邊咧，你會見得到咧係比較暫時係隨心嘅，即係佢又想理解，但係佢又有陣時候覺得救人要緊，咁所以成件事就會有所改變啦，咁樣係啦。咁啊呢一度咧就主要咧就係第3集嘅內容啦。咁啊去到最尾，其實佢諗得一個好聰明嘅方法嘅嚇。如果大家望到我呢張 thumbnail 咧喺右下角就知㗎啦。佢着住咧，其實佢本身而家咧就係野本英人。佢去翻呢一度嘅時間咧，佢覺得如佢點樣重生嘅話，佢就想點樣地還原。咁啊好多古仔都係咁樣㗎啦。咁啊亦都咧已經開始解破咗幾個問題㗎啦。佢似乎真係一個重生咗嘅人嚇。咁另外咧就係如果重生咗嘅時間，你想還原應該係冇可能。當然啦，佢戰勝唔到心理上嘅部分啦。咁所以佢而家暫時都仲係仍然喺咧野本英人嘅身體裏邊嚇。咁啊呢度咧一路都係會有啲我所謂嘅緊張同埋笑話，甚或咧係一啲咧時代推進嘅時候所發生嘅內容咧，佢都會加插喺成個古仔裏邊。咁所以我覺得咧，咦喂唔錯喎！呢套劇集睇落去，即係話就算你係得到一個重生嘅機會都好，你唔係入咗第二個人身上，時間繼續進行，你係翻去比較前少少嘅時間，你有機會改變某些嘢。但係當其時你唔會知㗎嘛，係咪？然後你開始發現相應嘅改變係有機會改晒所有嘢，甚至乎好似呢個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未來咁改到咧可能連自己都唔見咗都可以㗎嘛，係咪？咁嗰陣時就真係好鬼驚啦。咁到底咧第4集嘅我講嘅特殊內容喺邊度？唔係老生常談嘅內容又係咩嘢咧？咁大家如果有睇開嘅話，你一定知我講乜。咁如果未睇嘅話咧，第3集啫，仍然夠時間去睇嘅。咁所以咧歡迎咧各位網友咧嘗試去了解下呢一套咧重生最後的英雄啦。咁佢真係唔係我所認為嗰種古老套路啦，即係之前話佢係大奸大惡，跟住之後咧有個重生嘅機會改變，仲成為咗嗰個商店街嘅英雄，咁簡單嘅一套戲嚟㗎。因為咧佢除咗有所謂穿越啦、重生啦，有基本上可以改變未來啦，甚或咧仲有一啲咧身份上邊嘅不明朗嚇。頭先我咪講過仲有我咪頭先講過咧，有啲嘢我咪有懸疑嘅，冇錯啊。因為咧一路都講緊野本英人咧，佢本身就係已經被高橋一生進入咗身體，即係佢原先嘅根美光成入咗身體㗎嘛。咁當其時因為前咗你記住佢走前咗。咁當其時嗰個所謂嘅根美光成都係高橋一生嘅人嚟㗎。咁佢係只不過而家嘅野本英人咧應該咁樣翻翻去佢嗰張圖好啲啊。翻去張圖裏邊，大家可能會好啲因為有呢兩個角色喺度，咁可能咧就會比較大家容易啲。係啦，咁我講緊咧就係因為咧高橋一生咧，佢而家呢一刻個年代咧就走咗去野本英人之前，稍為前嘅年代。咁喺稍為前嘅時候咧，咁高橋一生係仍然未有任何遇難嘅情況噶嘛，係咪？咁所以咧當其時亦都存在緊高橋一生嘅根美光成嘅人嚟噶。咁當其時我都仲喺度諗緊，咦係咪真係我冇諗到呢樣嘢，但係咧佢第3集就揭露咗呢件事當其時呢兩個人我會覺得會唔會換咗身體諸如此類咧？原來唔係噶啦，應該感覺上咁當然啦，因為佢一個鏡頭啫，係唔係冇人知
冇出過聲，淨係終於露面啦咁樣樣。咁所以呢一度咧只係靠佢個好助手咧，零六央視去講，就其實係阿根美光成咧，應該係係佢嚟嘅嚇，但係我感覺應該唔係，因為我見到零六央視咧幾次都從秘書嘅即係喺個面前咧讚佢阿哥係商業奇才，咁所以我先覺得咧喺現實而家嗰一刻重生咗後嘅根美光成呢個真實嘅人咧，好可能係叻，不過都係一般，唔夠而家嘅高橋一生所飾演即嘅根美光成入咗野本英人嘅身體裏邊嗰個人咁厲害都唔頂，咁呢個咧真係要睇第4集先知啦。咁跟住之後會唔會咧一個人分析兩角，而呢兩角裏邊最後尾都有互相角力嘅階段咧？咁呢一度就要睇下即係寫劇嗰個人嘅情況啦。咁我因為好高興睇，所以我亦都咧唔會特別咧加任何嘅思索啦。我純粹咧就住睇住個劇情嘅進度咧，去作我自己嘅個人嘅諗法，俾大家分享就算啦。咁如果各位網友有啲咩特別嘅諗法啦，或者你睇到嘅嘢同我有啲咩唔同，甚至乎相同咧，都歡迎你喺下邊留言話我知。咁如果未睇嘅就真係去揾啦。好啦，咁各位網友最後一句今段嘅最後一句就係咧，如果入到嚟我頻道未訂閱我頻道嘅網友，記住訂閱我頻道啦。好啦，今日嘅時間真係差唔多啦，因為咧我無啦啦都講咗成30分鐘啦，咁所以咧如果有興趣繼續當季日劇集追咯。好啦，今集嘅時間去到呢度啦，下條片再見，拜拜。